后里动物之家邀请到苏鸟千岁合唱团来做公益来献唱，希望透过优美的歌声，甲充满着人情味的嘉宾，互流浪鸟狗受到更较侪关怀甲重视。 苏爸千岁合唱团展现好歌声，将会伫24号平安夜伫后里动物之家做宣传。烧猫公益组织那老人家他们也希望尽他们的一己之力，能够像平常他们的手冲咖啡的一个营业，那所得其实都是回馈给亚洲动物福利协会来做这个生命教育。那这一次他们希望身体力行，号召更多的民众。 亚洲动物福利协会以动物福利佮有全人关怀做目标，希望和台中市的流浪狗仔、猫仔受到更加侪关怀和重视。不希望说为了领狗而领狗了，而我们是真的是希望说它是真的需要，真的有意愿才来。 动物收容所嘛，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，促成流浪狗仔、猫仔找到新主人。